歡迎大家收聽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嘅聲音導賞節目第11集《山中的十架》。馬鞍山礦村承載咗一代礦工家庭嘅生活故事。作為香港唯一一條礦村，你又有冇好奇過呢度發生過嘅奇聞趣事呢？嚟到節目嘅第二季，我哋會繼續用聲音導賞，帶住大家一齊試試放慢腳步，收集一塊塊散落喺礦村嘅砌圖，拼湊出當時樸實而有溫度嘅鄉郊故事。現時礦村山頂區仍然可以睇到兩座見證過礦村昔日繁盛嘅教堂建築，各自矗立兩座山崗之上。唔單止係村民信仰，更加係當時村民日常生活嘅核心。從山頂村巴總站抬頭望去，你會喺山頂區民居之間見到一座的式嘅白色鐘樓，頂上鮮紅嘅十字架，格外醒神。冇錯，嗰度正正係礦村其中一間重要教會——信義會恩光堂。朝住鐘樓方向，沿住石級行5分鐘，就會抵達教會門口。入口門楣上面刻住恩光堂3個大字，再望上去就會見到1952年建成嘅禮拜堂。潔白嘅外牆上以黑色漆油工整寫上信義會禮拜堂，樸實而莊重。佢就好似喺度靜靜訴說超越半個世紀以嚟信仰同呢個社區同行嘅點滴。禮拜堂門上至今仍保留50、60年代流行嘅海棠壓花玻璃鐵窗，紅藍綠橙4色交織，係一個時代留下嘅印記，見證過祈禱低語，亦都守護過艱難歲月裏嘅希望。踏入禮拜堂，相信大家就會俾位於堂內由木柱架起嘅半圓形聖壇所吸引。再行入啲呢，抬頭就會見到聖壇上面木梁掛住一個紅色燈泡組成嘅十字架。據說當年只會喺聖誕節期間夜晚着燈，到咗而家望住呢個咁有特色嘅十字架，仍然會感受到佢透出樸實嘅鄉郊氣息。昔日資源貧乏，呢座禮拜堂嘅牆身係由礦場運出嚟嘅廢礦石，再混合從附近山坡所刮嘅黃泥為主要材料砌成，一磚一石都係由村民同教友親自建造，就連堂裏面嗰排木牆燈都係由教友一釘一斧打造而成，別具意義。當年每當崇拜開始前15分鐘，侍奉人員就會拉動連接鐘樓嘅繩索，一下又一下敲響銅鐘，清脆嘅鐘聲穿越高高低低嘅山峰，遠遠傳到馬鞍橋一帶。教友一聽到鐘聲就會知道聚會快將開始，咁就要加緊腳步行去禮拜堂啦。喺信義會禮拜堂前細心留意，會喺馬鞍山前被樹影環抱嘅小山丘上，隱約見到另一座靜默嘅教會建築——天主教方濟會嘅聖約瑟小堂。1950年，比利時胡文義神父嚟到礦村建立教會。最初聖堂嘅建築樸實無華，直到60年代進行過一次重建，經過改造嘅聖堂巧妙將鄉郊村落嘅樸實同哥德式建築元素相融合。聖堂門廊入口處上方寫有天主堂，兩側牆角嘅石柱堅實挺拔，堂內人字形飛拱屋頂支架，彩色玻璃裝飾嘅尖拱鐵窗，以及入口上方別具特色嘅小閣樓設計，共同結構咗一幅獨特嘅寫真，成為當時山頂區又一標誌性嘅建築。聖堂入邊木牆燈排列整齊，閣樓上面有一部鋼琴。聖堂內會眾席與前方進行禮儀嘅聖所之間，由一面中間有闊拱口嘅牆所分隔開，令到教友嘅視線被引導至祭台與主持彌撒嘅神父身上。昔日以拉丁文詠唱嘅天主經，成為而家教友其中一個深刻教會生活嘅回憶。每當佢哋重返山頂區，仿佛一字一句仍然回蕩喺礦村之中，使人回歸內心嘅平靜。
nomen tuum, ad veniat regnum tuum, via voluntas sua, sicut in cielo et in terra。有趣嘅係，無論係信義會禮拜堂定係聖約瑟小堂，昔日如果從空中鳥瞰，兩座建築都會呈現出對稱嘅十字架形狀，同山頂區嘅礦場遺址、礦場寮屋群三者彼此呼應，形成咗一種與別不同嘅文化景觀組合。轉眼間70幾年過去，雖然教會喺呢度功能已經隨時代改變，但教會嗰份深植於村民內心嘅聯繫依舊長存。如果你對呢段礦村鄉郊文化有興趣，歡迎大家親自嚟到礦村山頂區信義會恩光堂實地參觀，認識更多關於兩間礦村教會山中十架嘅故事啊！想知道更多有關馬鞍山礦村嘅鄉郊故事，歡迎收聽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嘅聲音導賞節目。我哋會以聲音帶你遊歷礦村，探尋礦村獨特而珍貴嘅鄉郊文化故事。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係由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主辦。